全被赦免，借羔羊的血。我停不下来了啦！我已被赎回，借着羔羊的血，借着羔羊的血，我已被赎回，借着羔羊的血，我已被赎回，借着羔羊的血，圣灵充满在我心，我罪全被赦免，借羔羊的血，借着羔羊的血。我已被赎回，借着羔羊的血，我已被赎回，借着羔羊的血，圣灵充满在我心，我罪全被赦免，借羔羊的血。再来，哈利路亚！我已被赎回，借着羔羊的血，我已被赎回，借着羔羊的血，我已被赎回，借着羔羊的血，圣灵充满在我心，我罪全被赦免，借羔羊的血。我停不下来了啦！我已被赎回，借着羔羊的血，借着羔羊的血，我已被赎回，借着羔羊的血，我已被赎回，借着羔羊的血，圣灵充满在我心，我罪全被赦免，借羔羊的血，借着羔羊的血。我已被赎回，借着羔羊的血，我已被赎回，借着羔羊的血，圣灵充满在我心，我罪全被赦免，借羔羊的血。再来，哈利路亚！我已被赎回，借着羔羊的血，我已被赎回，借着羔羊的血，我已被赎回，借着羔羊的血，圣灵充满在我心，我罪全被在我心，我罪全被赦免，借羔羊的血，借着羔羊的血。我已被赎回，借着羔羊的血，我已被赎回，借着羔羊的血，圣灵充满在我心，我罪全被赦免，借羔羊的血。再来，哈利路亚！我已被赎回，借着羔羊的血，我已被赎回，借着羔羊的血，我已被赎回，借着羔羊的血，圣灵充满在我心，我罪全被赦免，借羔羊的血。我停不下来了啦！我已被赎回，借着羔羊的血，借着羔羊的血，我已被赎回，借着羔羊的血，我已被赎回，借着羔羊的血，圣灵充满在我心，我罪全被赦免，借羔羊的血，借着羔羊的血。我已被赎回，借着羔羊的血，我已被赎回，借着羔羊的血，圣灵充满在我心，我罪全被赦免，借羔羊的血。再来，哈利路亚！我已被赎回，借着羔羊的血，我已被赎回，借着羔羊的血，我已被赎回，借着羔羊的血，圣灵充满在我心，我罪全被赦免，借羔羊的血。我停不下来了啦！我已被赎回，借着羔羊的血，借着羔羊的血，我已被赎回，借着羔羊的血，我已被赎回，借着羔羊的血，圣灵充满在我心，我罪
罪全被赦免，借羔羊的血，借着羔羊的血，我已被赎回。借着羔羊的血，我已被赎回。借着羔羊的血，圣灵充满在我心，我罪全被赦免。借羔羊的血，再来，哈利路亚！我已被赎回。借着羔羊的血，我已被赎回。借着羔羊的血，我已被赎回。借着羔羊的血，圣灵充满在我心，我罪全被赦免。借羔羊的血，我停不下来了啦！我已被赎回。借着羔羊的血，借着羔羊的血，我已被赎回。借着羔羊的血，我已被赎回。借着羔羊的血，圣灵充满在我心，我罪全被赦免。借羔羊的血，借着羔羊的血，我已被赎回。借着羔羊的血，我已被赎回。借着羔羊的血，圣灵充满在我心，我罪全被赦免。借羔羊的血，再来，哈利路亚！我已被赎回。借着羔羊的血，我已被赎回。借着羔羊的血，我已被赎回。借着羔羊的血，圣灵充满在我心，我罪全被赦免。借羔羊的血，我停不下来了啦！我已被赎回。借着羔羊的血，借着羔羊的血，我已被赎回。借着羔羊的血，我已被赎回。借着羔羊的血，圣灵充满在我心，我罪全被赦免。借羔羊的血，借着羔羊的血，我已被赎回。借着羔羊的血，我已被赎回。借着羔羊的血，圣灵充满在我心，我罪全被赦免。借羔羊的血，再来，哈利路亚！我已被赎回。借着羔羊的血，我已被赎回。借着羔羊的血，我已被赎回。借着羔羊的血，圣灵充满在我心，我罪全被赦免。借羔羊的血，我停不下来了啦！我已被赎回。借着羔羊的血，借着羔羊的血，我已被赎回。借着羔羊的血，我已被赎回。借着羔羊的血，圣灵充满在我心，我罪全被赦免。借羔羊的血，借着羔羊的血，我已被赎回。借着羔羊的血，我已被赎回。借着羔羊的血，圣灵充满在我心，我罪全被赦免。借羔羊的血，再来，哈利路亚！我已被赎回。借着羔羊的血，我已被赎回。借着羔羊的血，我已被赎回。借着羔羊的血，圣灵充满在我心，我罪全被赦免。借羔羊的血，我停不下来了啦！我已被赎回。借着羔羊的血，借着羔羊的血，我已被赎回。借着羔羊的血，我已被赎回。借着羔羊的血，圣灵充满在我心，我罪全被赦免。借羔羊的
借着羔羊的血，我已被赎回。借着羔羊的血，我已被赎回。借着羔羊的血，圣灵充满在我心，我罪全被赦免。借羔羊的血，再来，哈利路亚！我已被赎回。借着羔羊的血，我已被赎回。借着羔羊的血，我已被赎回。借着羔羊的血，圣灵充满在我心，我罪全被赦免。借羔羊的血，我停不下来了啦！我已被赎回。借着羔羊的血，借着羔羊的血，我已被赎回。借着羔羊的血，我已被赎回。借着羔羊的血，圣灵充满在我心，我罪全被赦免。借羔羊的血，借着羔羊的血，我已被赎回。借着羔羊的血，我已被赎回。借着羔羊的血，圣灵充满在我心，我罪全被赦免。借羔羊的血，再来，哈利路亚！我已被赎回。借着羔羊的血，我已被赎回。借着羔羊的血，我已被赎回。借着羔羊的血，圣灵充满在我心，我罪全被赦免。借羔羊的血，我停不下来了啦！我已被赎回。借着羔羊的血，借着羔羊的血，我已被赎回。借着羔羊的血，我已被赎回。借着羔羊的血，圣灵充满在我心，我罪全被赦免。借羔羊的血，借着羔羊的血，我已被赎回。借着羔羊的血，我已被赎回。借着羔羊的血，圣灵充满在我心，我罪全被赦免。借羔羊的血，再来，哈利路亚！我已被赎回。借着羔羊的血，我已被赎回。借着羔羊的血，我已被赎回。借着羔羊的血，圣灵充满在我心，我罪全被赦免。借羔羊的血，我停不下来了啦！我已被赎回。借着羔羊的血，借着羔羊的血，我已被赎回。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一起来与主同桌守圣餐，我们也一起来敬拜，我们一起站立。我们要用这首诗歌来颂赞我们的主，他的救恩。来，手借给我来。我已被赎回，借着羔羊的血。
已被赎回，借着羔羊的血，我已被赎回，借着羔羊的血，我已被赎回，借着羔羊的血，圣灵充满在我心，我罪全被赦免，借羔羊的血，一起来。羔羊的血，我已被赎回，借着羔羊的血，我已被赎回，借着羔羊的血，圣灵充满在我心，我罪全被赦免，借羔羊的血，圣灵充满，圣灵充满在我心。将荣耀归给我们。我们要先人感恩，因为羔羊的血，所以我们得以在这边有盼望对未来有盼望。我们用主的话一起来宣告说：耶和华，愿你因自己的能力显为至高，这样我们就唱诗歌颂你的大能。我要将你的名传于我的弟兄。在会中，我要赞美你，拯救我们的神啊！求你因你名的荣耀，帮助我们，为你名的缘故搭救我们，赦免我们的罪。我们要开口一起来感谢赞美主，因为他的慈爱直到永远，他的救赎使我们有永恒的盼望。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赞美，因你赦罪，因你救赎，因你的宝血遮盖，所以让我们从咒诅当中被抢救出来，恢复我们属天的权柄，成为上帝的儿女，也能够发挥属天的恩赐，成为众人的祝福。谢谢主，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一同敬拜，一同赞美，求你的宝座设立，让我们能够遇见你。也能够让我们感受到从宝座赐下的一切恩典跟慈爱。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弟兄姐妹请坐。我们要为着我们的国家城市来祷告，一起用主的话宣告说：耶和华，认识你名的人要倚靠你，因你又有离弃寻求你的人，应当歌颂居锡安的耶和华，将他所行的传扬在众民中。我们要一起为我们的城市、国家执政掌权的，还有我们这地的百姓跟土地，盼望人能够回转归向上帝。我们开口来祷告，特别为我们这个疫情的过程当中，我们谦卑与主同行，开口来祷告。
但是帮助我们的执政掌权，我们的拟定政策的首长，谦卑与神同行，让我们知道一切的能力权柄都是从你而来。让我们在这个防疫期间，主你保守看顾，让我们的百姓真的是能够在主你的面前成为一个自由释放的，脱离黑暗权势的辖制。让我们的执政掌权的人懂得认识你，认识你的心意，也抓住你的应许。主，求你怜悯这块土地，这地的百姓，因为这也是你所拣选的，你所要赐予权柄、赐予救恩的。愿你来成就在这地，如同成就在天。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Amen。我们要为着我们每一个人的需要，包括我们亲人的需要，我们一起来宣告主的话说：我又告诉你们，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我们要为了身心灵，为了我们的婚姻、感情，领受从属天来的产业，我们能够得着上帝给我们，特别是在整个大环境的改变、疫情的这样的冲击，事业工作，求主来保守。我们最近这2天有考试那我们求主来帮助这些年轻的学子，让他们知道敬畏神，能够得着属天的智慧，也能够在这防疫期间，上个礼拜牧师有分享说，在这段期间全球包括在巴黎那个家暴就增加36%。那我们在家里面真的是防疫期间火气没有那么大而且彼此有这样的一个代祷跟相爱。如果我们当中有需要被祝福被服侍的，你可以站立起来，或者是你坐在你的座位手按着你所需要祝福的地方，我们开口来祷告。如果你需要被祝福的可以站立起来，或者为你的家人，哈利路亚。求你的宝血来遮盖我们全人，让我们的身心灵得着你的医治释放，我们的灵能够与主相通，接收属神属天的思想、情感、意志，帮助我们在主耶稣的宝血遮盖，保护我们的呼吸系统免于黑暗瘟疫的攻击，让我们一切的心血管，我们的一切的身体的运作，主你帮助我们能够有好的细胞来对抗这些不好的细胞。主啊，你造我们是何其奇妙！主啊，连小小的这样的一个细节你都看顾。主，我们恳求你，因为你认识我们，你帮助我们能够脱离一切的辖制，在基督耶稣里的真理能够得着自由。我们用信心来大大张口，你必大大充满在我们当中。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最后，我们要为着主日来守望来祷告。我们宣告主的话说：唯求耶和华我的神全顾仆人的祷告祈求，不听仆人今日在你面前的
愿你昼夜看顾这殿，就是你应许立为你名的居所。求你垂听仆人向此处祷告的话。我们一起来为牧师为我们今天的圣礼典，在台礼拜有一位洗礼，一位坚信礼。我们为着个人跟上帝之间，每一天都有稳定的在家会主灵修祝福，让我们受洗的弟兄姐妹从成长的过程当中，看到圣灵坚固他们的信心，也为了我们有一些的训练还有周六也有圣礼典。我们为了第3区，透过小组，透过这样的一个关怀带导，使弟兄姐妹，特别是在面对困苦、面对一些艰难的时候，不是只有孤单自己在那边面对，而是有透过彼此之间的关怀带导来扶持。我们一起站立我们一起站立，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宣告主的能力、权柄、荣耀充满在我们当中，主的平安、喜乐与我们同在。开口来祷告。差派你的教会去，使万民做你的门徒，奉父子圣人的名为他们施洗。主，你应许的同在，每一天同在，时时同在。主要让我们保持与神之间有畅通美好的管道，也让我们接收从你话语来属天的智慧跟权柄。在这黑暗的时代，我们靠着主加给我们力量，我们凡事都能做。我们也要用主祷文一起来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Amen。各位弟兄姊妹平安，让我们一起用喜乐的心，一起来敬拜我们的主。愿主为我们将天敞开。我
感谢你，不以我们的能力，不以我们的权势对我们施恩典，也不因我们犯罪背逆而离弃我们。感谢你用慈爱与宽容包围我们，我们要将一切赞美、尊荣归于你无价之宝，我们的主耶稣。名字刻画在你心中，我的脸孔深印在你眼中，不是因为我是你所爱的，乃是因着你奇妙宽容恩典。虽然有时我会跌倒软弱，你却一直包容不放弃我，用你慈爱紧紧地拥抱我，赞美你宝贵信仰大爱，唯有你配得所有的赞美，一切尊贵荣耀。主你的十架是无价之宝，你是我珍贵的主耶稣。虽然有时虽然有时我会跌倒软弱，却一直包容不放弃我，用你慈爱紧紧地拥抱我，赞美你宝贵信仰大爱，唯有你配得所有的赞美，一切尊贵荣耀。主你的十架是无价之宝，你是我珍贵的主，唯有你配得所有的赞美，一切尊贵荣耀。主你的十架是无价之宝，你是我珍贵的主，唯有你配得所有的赞美，一切尊贵荣耀。主你的十架是无价之宝，你是我珍贵的主耶稣。你是我尊贵的主耶稣。你是我珍贵的主耶稣。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唯有你是配得我们敬拜、配得我们赞美的主。主，唯有你是慈爱，你是怜悯，你是公义的主。以致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付上代价，你的宝血能够洗净一切相信主你是救主的人。今天我们众罪人聚集在你的圣殿，再次来献上感恩，献上敬拜。愿你自己来悦纳，愿你自己来成就，按着你的心意，
施恩赐福在我们当中。愿你的话语真的释放我们灵里魂里要得自由，也医治释放我们的身体，能够坦然无惧地来到你施恩的宝座面前，为要得着你的怜悯，得着你的恩典，得着你的医治。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有没有第一次来与我们一同敬拜的弟兄姐妹？如果没有，我们一起来看周报的消息。今天主日我们举行第3次的圣礼典。那我们在台语礼拜会有成人洗礼跟坚信礼，恭喜这2位成为教会的一员。我们下主日是为了庆祝母亲节所以要邀请我们身为母亲的，或者是你可以邀请一些当妈妈的在我们当中。那下个主日出席的，我们会有一份精美的礼物来赠送给妈妈们。我们在6月7号起，我们会开白话字，就是罗马字可以学台语地点在401教室。我们共有10堂课，没有达到15人不开课。我们在5月24号前我们可以到1楼填写报名表。好，那刚才牧师讲过了当日出席在下个主日，我们空调开一下好吗？当日出席的母亲会有一份精美的礼物。我们在5月10号的台语礼拜由儿童牧区来服侍特别为这些父母还有孩子一起来服侍，我们为他们来祷告。当日9点半这些要服侍的同工在601教室预备。那我们在7月20到25号我们会举行咖啡的夏令营已经开始在招募年轻人那当然如果需要有一些可能善知的同工我们邀请我们弟兄姐妹，特别是鼓励我们家中有一些的年轻人一起来服侍，让他们生命更加的成长。其他的我们自己来看我们来为5月份的寿星5月份的寿星在第3页名单我们如果当中有5月，请站立起来好吗？有没有？5月的好，我们来为他们来祝福。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to you，Happy birthday to you， 我们拍手来祝他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的生命是从你而来。主，你说你来就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更丰盛，将你丰丰富富的应许赏赐给我们弟兄姐妹，特别是5月寿星，让他们献上感恩之外，也拥有你属天的权柄、能力跟恩典。祝福他们也成为有影响力的基督徒，在他们周遭成为荣耀的见证，见证主你的大能、你的大爱、你复活的能力，透过他们施恩给凡他们所接触人，同得福音的好处。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请坐。
我们来读今天的金句，我们来一起读2遍，一起来。约翰将行进他的臣服时，以为我是谁？我不是基督，只是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的，我解他脚上的鞋带也是不配的。使徒行传13章25节再一次，约翰将行进他的臣徒说：你们以为我是谁？我不是基督，只是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的，我解他脚上的鞋带也是不配的。使徒行传13章25节。我们预备心来奉献，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是出于甘心乐意。如果你不明白奉献的意义，请用祷告来表达你的感恩，不必勉强。我们用这首诗歌来回应主的恩典，献上感恩，献上感恩的心归给至圣全能神的他，是下独生子主耶稣基督，献上感恩的心归给至圣全能神引导，是下独生子主耶稣基督，一起站立。如今软弱这一的刚强，贫穷这一生不足，都因为主已成就了大事。如今软弱这一的刚强，贫穷这一生不足，都因为主已成就了大事。创造天地万物的主，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在你丰富的供给中，我们福杯满溢，一无所缺。回想过往的时日，数算你的恩典，主啊，我的心何等感恩，何等快乐。从过往走到今日，若不是你的看顾和保护，我们就不会有现在的平安与幸福。亲爱的主，我们在这里献上小小的金钱，求主悦纳。我们将奉献按着公义使用在教会的事工上，也求主祝福弟兄姐妹在疫情的期间一切的平安，也依然保有一颗感恩的心，常做你所喜悦的事。感谢赞美主。我们这样祷告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坐下，彼此祝福说：真理要叫你得着上帝的应许，真理要叫你得着上帝的应许，真理要叫我们得着上帝的应许。所以我们来看《使徒行传》，《使徒行传》第13章16到23节。《使徒行传》13章，我们要从16节看到23节。我鼓励弟兄姐妹从头看让我们能够从上下文能够知道整个救恩的脉络。预备好了，我们要一起来看上帝的话，记载在《使徒行传》13章
16节，一起来。保罗就站起来，举手说：“以色列人和一切敬畏神的人，请听！这以色列民的神拣选了我们祖宗，当民寄居埃及的时候，抬举他们，用大能的手领他们出来，又在旷野容忍他们约有40年，既灭了迦南地7族的人，就把那地分给他们为业，之后给他们设立士师，约有450年，直到先知撒母耳的时候。后来他们求一个王，神就将便雅悯支派中基士的儿子扫罗给他们做王40年，既废了扫罗，就选立大卫做他们的王，又为他做见证说：我寻得耶西的儿子大卫，他是合我心意的人，凡事要遵行我的旨意。从这人的后裔中，神已经照着所应许的，为以色列人立了一位救主，就是耶稣。到这边愿上帝的话来帮助我们，能够明白他的真理。我们一起来祷告。主，你的话语使我们能够开心窍，帮助我们明白真理。真理使我们认识你，认识你的心意，了解你的恩典慈爱，能够用信心来领受。愿你在我们当中成就你的应许。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Amen。弟兄姐妹，大家平安。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也与主同桌。今天的题目是他，不是我。最近我们看，我们每一天都会关注这些疫情的发展。那在上个礼拜五，我们知道在防疫100多天之后，我们有看见6颗大西瓜，对不对？大家非常高兴，所以我们看5一连假，大家就开始连普头山也挤满了人，到处的景点，因为关到闷到发慌了，你知道吗？再不出来，就真的是会出很多事情这样大家就会很关注这些疫情的发展那昨天我们在持续说看能不能7+0这样就有三个什么确诊，还好是境外移入了不是本土，所以我们连续本土已经有大概20天这样的零确诊感谢主，但是我们并不松懈。记者就会问这些媒体记者问阿中部长说，关于这次台湾这样的一个确诊率偏低那当然大家给他有这样的一个肯定那关键在哪里如果一般人可能就会表达是我们自己的防疫措施怎样那他表达出是他们是群众不是我觉得这个是可以肯定的。但是有一些人就说会开玩笑我们就要顺时钟顺时钟得永生，就会有人这样，真的是这样，不知道是开玩笑或是怎样，或者是反讽啦那我们看到还是最近推出1968的这样的一个热点的搜寻，还是被骂惨了，表示说有人好像要造神，但是我们知道他不是神他只是一个人那没有办法给我们有永恒的这样的一个盼望虽然对我们疫情真的在全世界来讲是真的很棒但是还是要靠全民一起来努力不是只有靠一个人。但是我们看到圣经提到的救恩，并不能靠全民因为每一个人都是罪人，所以从圣经里面亚伯拉罕，从摩西、大卫王，一直到施洗约翰，大家都期待每一个世代都有一个拯救者出来。你是弥赛亚吗？有人问施洗约翰说：“你是那位要来的吗？”
那施洗约翰说什么？我不是，我不是，是他，是那位在我后面来的，我连帮他解鞋带都不配的。所以施洗约翰讲了一句话说：他必怎样兴旺，我必衰微。有时候我当代的人以为说他出来宣扬福音，你们要怎样？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耶稣出来也讲同样的话，是不是他学施洗约翰？不是哦，我们知道施洗约翰只是耶稣的开路先锋，只是先把这样的一个救恩的信息表达出来，然后人怎么样能够得着救恩。其实这个就是以色列人他们的救恩史很重要的一个脉络哦。所以为什么保罗他在做见证，史提反他在殉道之前的做见证都有关系到怎样这样的一个救恩的历史。所以今天我们要从简单的这样的一个基督救恩的历史来了解一下，上帝从亚伯拉罕的应许一直到耶稣基督这样的救恩怎么样去做成就。第二个，我们怎么样去确认，就是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救恩里面，你的名单有在里面，不然真的是可惜了。我们认识那么久，听那么久的道，但是最终我们名字没有在名单里面，这是多可惜啊！最近我们看到这个那个过世那个牧师叶明翰牧师当他要在临终前的几小时他还有这样的意识，他表达就是说，你们不用担心因为我看见天使围绕在我的周围一个很有信心、很有确信的人，他会遇见神，他也知道他所拥有的盼望所以当他过世之前，他看见了天使围绕在他的周遭好，那我们要透过这段的经文一起来思想，是谁能够成为我们唯一的拯救者，而不是亚伯拉罕、摩西、历代的这些先知，或者是人认为施洗约翰就是你因为你施洗你做这一些很奇妙的这些的服事那我们今天从保罗他在进入到会堂当中，他做这样的一个见证，那我们属灵家长刚上完，也帮助弟兄姐妹怎么样去做3分钟左右的这样的一个属灵的见证那怎么写？等一下我们会提到那保罗其实他常常在分享说，我从前我是怎样的人那在第7章我们看到司提反他在殉道被石头砸死的时候，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图片。你知道保罗当时叫扫罗，他站在哪里拿石头的吗？在哪里？这边，站在那个吗？徛关山看要烧炭吗？其实圣经里面有提到大家把外衣脱掉，然后放在他的脚前所以我们看到图片就是我们看到左边那一位那他那时候还年少年少，所以血气方刚所以你知道扫罗他就觉得说这个史提反殉道被杀害是他觉得很高兴圣经你去看圣经怎么样描写然后开始在第9章，他进入到会堂做的事情是什么？要抓基督徒他求大祭司的文书，然后给这些大马士革所有这些的会堂，然后他说给你们，然后我要去抓这些的基督徒，男女都把他们下到监里面当然我们知道整个过程常提到，他到大马士革的路上的时候，天上有光照他，他就倒在地上，然后最后有眼睛瞎了亚拿尼亚来帮助他。亚拿尼亚还一度有这一些的疑惑跟抗拒，这个人要救他，真的要救他吗？上帝就告诉他，对呀，真的所以有时候我们在为人祷告，这么坏的人，我们要为他祷告吗？
这么敌对耶稣，或者是对我们不好的人，我们要为他祷告吗？有时候我们会像亚拿尼亚一样，心中有这样的一个好像苦毒在里面哦。你看他曾经做了这些坏事，但今天要我们真的去救他吗？所以扫罗他被光照的时候，他虽然眼睛瞎了，但是他内心开始，他的心也被打开了。所以我们看到他的生命改变，他在提摩太前书1章15节告诉我们一句，说我是罪人中的什么？罪魁。他看见自己原来是那大坏蛋哦，以前他是以为什么？我行公义，我为民除害，这些的异端邪教，我要一网打尽。但是当主的光照他的时候，好像主的光照我们的时候，我们才知道，哎呀，原来我们真的是有罪的人，是软弱人，所以我们才能够悔改啊！带弟兄姐妹慕道友在决志祷告的时候，谢谢，对不起，就是第二个说什么？哎呀，上帝啊，我不知道那一些不能拜以前那么虔诚，但是现在如今我知道。哇，那些都是你托付给人管理的受造物啊！所以在罗马书1章里面就提到说，当人不认识神、不认识上帝的时候，我们就有很多逾越神、逾越上帝的这些心意的做法行为哦。所以保罗今天开始我们看到这段经文就开始用保罗来称呼这位扫罗。保罗原来的意思就是小的。那他遇见耶稣之后，他看见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恶那就开始有这样生命的改变，就谦卑了。所以我们知道巴拿巴在安提阿之后，他去大树找保罗来一起服侍，然后开始做这样的一个外邦的这样的宣教，但是脱离不了起初他们进入到犹太会堂。所以我们看到这些使徒如果要传福音，第一个会去当地的这一些的会堂，然后对这些的犹太人，好像符合耶稣所讲的，你们要传福音，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所以先有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来受洗来归主这样那我们把这样的一个救恩脉络告诉我们，就是要让我们知道说，我们在做见证的时候，如何针对以色列人他们的需要、他们的认知那保罗我们看到他就是跟随着巴拿巴，然后开始在安提阿，然后进入到一些殖民地特别是这些罗马的殖民地，他们对外邦就有这样的一个负担。好像我们来到教会，是不是只有说弟兄姐妹和睦同居是何等的美，何等的善？或者是我们可以设定对象，我们这些未信的亲友，你有没有为他关心过、祷告过，或者是让他的灵魂有机会可以得救？保罗见证的从这样历代的救恩，从亚伯拉罕的应许然后开始来见证，是他不是我。虽然之前我们看到他在使荒伯信主赶鬼，但是人看见他的作为，可能有时候会把这样的荣耀归给他。但是保罗在做见证说，我行这些神迹异能是上帝是主给我的能力，不是我。而保罗他在见证的重点，跟提醒我们在见证的重点，就是说最后我们要归荣耀给主而不是停留在你看我所经历的那么多奇妙。所以做见证最后一定要将什么这些荣耀归给我们的主，这是我们做见证很重要的那我们看到他离开了别家，然后来到以西底的安提阿，跟之前我们所讲那个安提阿第一次称为基督徒的这个安提阿教会是不一样的是两个安提阿那保罗他起来就开始对两个族群，一个是以色列人，一个是一切归依在这犹太教的这一些的外邦人所以我们看到说保罗就站起来举手，然后说以色列人和一切敬畏神的人请听。里面有以色列人、犹太人，还有包括什么归依犹太教的这些外邦族群。所以之前我们在提到
保罗他在做这样的一个解决问题，就是外邦人跟这些犹太人他们在信仰上吃不吃，有没有？还记得吗？有这样的一个冲突。一样的，我们看到当时候在教会里面也有这些两个族群哦。那大概稍微了解一下，去年10月牧师有带一些弟兄姐妹，刚好有经过这条路哦。那他们从别家，然后呢到比西底的安提阿，哦，我们看到这大概在加拉太的附近这里哦。好，那从海边别家一直到比西底的安提阿，从海边一直到海拔大概1200公尺哦。那中间圈圈里面的是孔雅，就是今天圣经里面所记载的以哥念哦。那最后我们有去这个以哥念，就是孔雅的地方哦。好，那从别家到比西底的安提阿，这条路你知道吗？它不能有马车或者是拖车的通行，所以当时候山里又有一些的强盗，还有呢有一些的野蛮的民族未开发的这些的部落，所以他们要走这条路是很危险的。所以当时候他们要宣教，好像马街当时候宣教的时候要走这些的原住民部落或山地这些的，会遇到一些的危险哦。他们当时候也是一样，所以碰到这些困难的当中，他们要结合商队，然后一起在夜晚围着萤火，然后有人要在那边把守哦。所以在哥林多后书11章，他就要描述说，他在整个宣教路程的过程当中，他会遇到一些什么？一些的天然的、人为的一些的灾害，还有所以身体上的、心灵上的这样的灾害哦。好，那我们去年大概有经过这个地方，然后呢到了以哥念哦。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安提阿比西底的安提阿，还有以哥念、路斯德，都是当时候这条叫做塞巴斯特大道，就是亚古斯都皇帝他原来的意思其实就是亚古斯都，他建造了这一条大道然后我们看到这一些城叫做驻防城，所以是在军事上非常重要的，所以他们会派一些兵在那边防守那保罗很重视这些的地方，然后去做这样的一个宣教。那刚才已经讲说，从海边然后到海拔1200公尺的这个高原所以当时候在宣教，他是第一次的宣教的旅行，辛不辛苦？非常的辛苦。我们现在真的是要传福音很容易，对不对？透过网络，透过我们可能坐车，很方便。我们想想，当时候为什么他生命会有这么样大的转变？以前进到这样一个会堂是要抓基督徒，但现在进入到会堂是怎么样？生命改变，宣讲了他所迫害的耶稣，还有他的福音好，那这个是我们去年10月13号我照的在比西底的安提阿我想当中有去的有一些人是跟着牧师走在这样的一个大道里面还有就是这个地方就是相传在比西底安提阿教会。当时候古教会的遗迹上面在盖的，现在也成为一些的遗迹在土耳其大概没有比较完整的这些像以色列的这些建筑纪念教堂但是有机会去，我觉得走在这样的宣教路上有很大的这样的一个提醒所以当时我把这照片把它照起来。那保罗在这里宣告说从救恩的历史，从亚伯拉罕，然后呢从摩西，然后上帝怎么带领他们出埃及，在40年的旷野生活，然后呢刚才读的经文说灭了7族然后一直到大卫那到哪里？到耶稣基督所以救恩的历史一定要连结亚伯拉罕的应许，然后族长的应许，大卫的应许，一直到大卫的后裔，这个算是他们的正统的一个救恩的来源
所以旧约它很重视的就是上帝的拣选，所以旧约的拯救历史里面强调说，上帝怎么拣选，透过这些人把救恩带到我们当中。那第二个，我们看到过往的历史，其实为什么我们要回顾保罗？为什么要回顾？你去看第7章使徒那个司提反，他在被石头打死之前，他也是引用从亚伯拉罕，从这样一个救恩历史，就是要说明说，我所传扬的救恩是符合这样的一个族长的应许，或者是亚伯拉罕的应许的，但是众人听不下去，耳朵捂起来，然后把他用石头打死。那最后我们看司提反就像殉道。所以这边要讲的，为什么保罗再次讲到的时候会连结到救恩的历史，然后提到大卫，到那个扫罗王被怎样取消了他的王位，然后呢上帝就透过撒母耳膏抹大卫，然后大卫成为一个大卫王朝，但是大卫王朝后来灭掉嘛，后来这样的一个从大卫的应许，然后耶稣基督的救恩还是存在，现实的已经灭亡了，但是这样的一个从大卫的子孙后裔应许，这样的一个先知的应许，到最后就成就了。那第三个，我们就看到说透过这样的一个救恩，你看旧约我们刚读过约书亚，对不对？约书亚其实原来的意思，牧师常常提到，约书亚的意思就是新约耶稣的意思。那意思就是什么？耶和华是拯救，或是耶和华拯救这样的意思。所以我们看Joshua跟Jesus，这个约书亚其实他原来的意思是上帝拯救，上帝是拯救的意思。那一直到新约我们看到耶稣他的意思说，上帝真的要拯救你们所以从这人的后裔就延伸到什么？大卫王朝，然后上帝如何去应许那这位弥赛亚，这位救主就是谁？就是耶稣基督了那接着我们看到上帝就差派这个施洗约翰吃蝗虫野蜜，然后穿着骆驼衣服不修边幅，人以为这个是什么？他还传在哪边传福音？在旷野传，哪有人？但是就有那么多人，连这些的祭司文士都跑去了，然后他就开始骂你们这些什么拍狼毒蛇种类你们做什么但是我们看到他在那边为很多人施洗，所以人就问他说你是谁？我们念一下好吗？在他没有出来以先，约翰向以色列众民宣讲悔改的洗礼。约翰将行进他的臣仆说：你们以为我是谁？我不是基督，只有在我以后来的，我解他脚上的鞋带也是配。所以施洗约翰说什么？是他，不是我。我只是预备你们心，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好吗？然后耶稣再出来再强一点，然后我们看到什么？他用圣灵不只是水，用圣灵为人家来施洗，所以让人真正不是只有靠着传统的仪式，而是在灵里面圣灵更新人的生命，然后使人遇见他得自由。所以他在宣讲说，这个救赎之道是透过耶稣传给我们那这一些过程当中，他强调第一个是大卫的应许从这样的一个传统来；第二个，耶稣基督的复活。如果耶稣没有复活，我们所信的就是枉然。所以保罗他很强调耶稣的死跟复活这样的一个必然性。如果脱离了耶稣复活，把它取消了，没有这样的一个复活的事件我们所信的就是枉然。所以保罗他很执着在这里，所以他就告诉这些亚伯拉罕子孙，还有一样是针对这两个族群，犹太人还有这些外邦人，我告诉你们，这个道就是从这位耶稣他给我们的，他赋予我们有复活的大能，所以他胜过死亡的权势。我们刚复活节4月12刚复活节不久嘛，所以
所以他强调就是说，如果耶稣没有复活，这个永恒的盼望，你们没有办法得着。所以这个就是在提醒我们啊，他引用了《生命记》，引用了旧约的这一些的经文来作为他的一个支持。所以我们看到这一些人在传福音的时候，一定引用到旧约这一些的历史，还有这些的预言、先知的预言，这样成就了应许在耶稣的身上啊。我们看众目睽睽之下，他们看见耶稣被钉，然后复活，然后有好多的见证人看到耶稣的复活，然后升天哦。第二个，当他们看到这一些的见证完之后，他们就成为什么？这些的见证人，所以也提醒我们，基督门徒，当我们遇见耶稣，我们相信耶稣，我们也成为他的荣耀的见证人。这一些当时候在加利利的山上，他们看见了耶稣如何升天，然后天使告诉他们，耶稣如何去，也要如何怎样回来，对不对？所以你们要赶快去啊，赶快去。所以耶稣已经在马太福音28章19到20节给他们有这样一个大使命，所以你们要去。当你们看见我的复活，然后呢，你们要成为我的荣耀的见证。所以当我们在做见证的时候，我们一定第一个就是福音就是一个好消息，第二个福音离不开耶稣基督的复活。所以他又引用了诗篇，引用了圣经的话，引用了生命记，引用了诗篇，比如说16章16篇里面的这些的经文哦，来告诉我们说，他是给我们有永恒盼望的，他已经得到属天这样永恒的应许，那权柄，那也要将这样一个盼望给所有信靠他的人。所以我们要做见证，要如何成为一个报福音、传好消息的这个使者，而不是传祸音。所以我们在做见证，在训练的过程当中，也有在做不好的见证哦。你不信哦，我告诉你一定会下地狱或者这样哇，带有这样语气恐吓的语气，你知道？有时候我们想想说，如果不信了那我们会不会有这样失望，或者是语带恐吓？我告诉你的，真的今天不信主了你明天遇到出去怎样，你一定会下地狱了。常常我们在做这样的一个见证的时候，有时候是不是做一个好的见证相信上个属灵家长呢，你们看到那一些的影片，你们可能会有一些的记得好，那是他是我也是你，就是说，在这样的名单里面，我已经得着。今天我们在第二场有这样的一个洗礼嘛那过去几年我们当中也有很多人已经成为第一代受洗的基督徒，那你在名单当中吗？那这个名单是因为赦罪，什么叫赦罪？表示我们有罪。那是因为耶稣基督来给我们有这样的赦罪的权柄所以我们因信耶稣，我们成为一个义人但是过去他们执着在整个律法上面，他们要因律法而称义，所以保罗常常提醒说，因信称义，而不是因行律法而称义。所以在罗马书里面就常常在提醒我们因信耶稣，你们当晓得这道透过耶稣基督，把我们从黑暗的权势当中把我们抢救回来，然后恢复，使我们成为什么？上帝的儿女。所以罗马书第8章说，圣灵就同证我们是什么？上帝的儿女就有这样的一个作证是因为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所有的犯罪亏欠都被怎样？被赦免了所以就都称义了。你们过去可能是靠着行摩西的律法我遵守这个律法，我有守安息日，我有行善等等。但是保罗告诉他们，我以前也是专精这一些的律法，但是如今我遇见了耶稣，我才知道说，因为耶稣才能够使我们成为一个义人。这个改变让他的生命不再一样那第二个就是说，当你被救赎了，你的生命记载在耶稣的生命册，羔羊的生命册。如果你查看启示录后面就羔羊的生命册有你的名字吗？如果有，你就有属天的盼望；如果没有，就怎样进入到那个硫磺火湖里面。那我们得救了，耶稣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那保罗，你看到他在整个布道做见证的过程当中，第一个引刚才我们历史的这样的一个见证，历史的这样的一个应许，亚伯拉罕，然后雅各啊、以撒、雅各，然后一直到这些族长的这样的应许之外，一直到大卫，到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我们看到从马太的耶稣的家谱里面，我们有看到什么？从亚伯拉罕一直到大卫几代？14代，对不对？大卫，然后到巴比伦这个几代？14代。然后从巴比伦到耶稣的时代几代？14代。那总共呢？几代？14几代？42代，对不对？那其实他说几代，最重要是要从亚伯拉罕、大卫，然后连接到什么？耶稣基督，让大家知道说这个救赎是从正统的这样的一个源头来的，这样的一个应许来的。所以保罗他在做见证、福音见证或是布道的时候，我们看他连接这样的一个针对以色列人、犹太人，他们有诉说这样的传统。然后整个历史的背景，事实基督被定罪，但是最重要就是说，上帝叫他从死里复活。这个是每一次我在问道理，我在面谈的时候，我会问一个问题说：你真的有相信耶稣有复活吗？我上次分享过，有人我不大确定，有人甚至要受洗的时候我不相信，那我问他：你干嘛要受洗？如果耶稣没有复活，你受洗没有什么意义。所以这个赦罪之道从哪里？从耶稣传给你们的。所以我们需要耶稣所以因信他，我们得称为义的，就是没有罪了。耶稣已经为我们付上代价了，把我们的字句都涂抹了，把我们所应该付上的代价都付清了，赎罪了。所以最终他问：那你们要相信吗？你们真的要相信？那有人相信，有人就怎样？要开始要来追打他、追杀他。这是保罗他在各地的布道有一个很重要这样一个脉络。我们呢？我们如何去做见证？弟兄姐妹，如果你成为一位基督徒，你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怎么样知道做见证。上次我们在训练的时候放那个比较不好的见证他从他的什么家族一直讲从在讲什么连家里的宠物也说出来这样但是不好的一些的见证。那一般我们看到怎样做这样的一个生命的见证？从前我一直怎样，然后陷入到怎样的这样的一个困苦里面，直到有一天可能你遇到你朋友介绍了这样的福音给你，你怎么样来认识？可能有人带你来到教会，对不对？有人是因为父母，有人因为朋友嘛或者是有人是只要有一天我经过教会，然后有一个感动，我就跑进来了。类似像这一些的生命的见证，然后我发现，奇怪，我所听的跟过去我所信仰的怎么不一样？然后我决定试看看那从此以后，因为这样的信仰，所以我就怎样，我的生命就开始有这样的改变，可能我的言语行为就开始转变。那我要说怎样？是他不是我所以大概我们看到这个生命的见证的过程当中，如何在35分钟里面讲你的生命的见证重点，而不是很啰嗦的从头到尾都这样把一些琐碎事情都说出来好，我们来看看这一位弟兄他常常上电视，他做一些的可能以前常常跟黑道或者是跟保全方面有关系那他以前拜关公，那现在如何因耶稣基督改变他的生命？他也成为一个帮助别人的很好的一个基督徒我们来看这段的影片短短的大概2分多钟。我是周信，我现在是国际文化工程。我在国中的时候接受过语道基督教的实验。
当兵的时候，曾经在各部队受过专业训练，所学的内容包括通报、救援、速急救等。我自己本身宪兵退役，那也从事相关保卫国家业务的。那我退伍之后，也承接了一些任务，包括主机组店、酒厂、世贸、寺庙的保存任务及各项的一些专案。我曾经有接过一场任务，在建筑这边接任务，等于是的过程心战很强。那我们的工作真的很周全对到多年间，常常因为任务保护的严重，还不进测试，因为要保护这些伤。所以说，在我的人身安全的业务的过程中，真的是遇见关键的技巧。我在28岁成为基督徒，神他将我这个从反面的这个思想，把我以前的拿手的一些技能改变成正面及有意义的工作。在28岁受洗成基督徒，现在带领到我到以前的事业都很大。当然现在我全部都改变。我那个时候因为没有人去带领，所以我所做的事情，我自己我真的也不要对错。那我现在就是把我的经验来去分享，耶稣也是这样去做改变。那我以前所做的事情，我不敢天天去讲，但确实改变了。以前我没有这个地方，但是我现在有这个耶稣这个刻画的地方，所以想要从事一些这些保安的工作，也可以过来找我，因为这边是耶稣的地方。我甚至今天的成就，都是来支持属实的机会。我也谢谢一路上支持我的老婆与家人，谢谢他们为我这样去将这一切为你好。所以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生命的见证，从诉说问天，然后扭转话题到耶稣的身上，说问天的啦，话主应信，回应你如何回应？要吗？好要相信我带你做一个抉择的祷告。谢谢，对不起，请谢谢耶稣十架的救恩。对不起，因为过去不认识你，所以呢，我就是东拜西拜，什么都拜，但是就是没有拜到耶稣，求你赦免我。请呢，邀请我们看到他们的思想被改变了，灵被改变，思想、情感、意志都被改变，所以他们所做的决定就不一样。过去可能在跟黑道接触，但现在呢，跟耶稣跟这样的一个救赎主能够有这样的连结，所以他所做的就不一样哦。弟兄姐妹们一起站立哦。我们透过救恩的历史，我们来明白耶稣透过历世历代这些的信徒传承这样的福音。今天你我也因为这样的一个救恩进入到我们当中然后让那个救赎不是用金钱可以衡量，而是无价的哦。我们在神的面前都是重价所买赎回来的，你知道吗？所以神看你是宝贵的。今天我们与主同桌，我们要领受圣餐，再次思想主，你的救恩真是何其宝贵。我们名字是在耶稣基督的生命册吗？你有没有设定对象，在你所使用的生命册上，让这些亲人朋友也能够与我们一样，我们名字是刻画在耶稣的心中的。我的名字刻画在你心中，我的脸孔深印在你眼中，不是因为我是你才能，乃是因着你的温柔恩典。虽然有时我会跌倒。
我们一起来守主的圣餐。亲爱的弟兄姐妹，显天主耶稣对归向他这些的跟随者所说的恩典的话，主耶稣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主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亲爱的弟兄姐妹，请你们注意来听主耶稣设立圣餐的话，就是照保罗所说的：“我当日传给你们，原是从主所领受，就是主被卖的那一夜，有拿起饼来，主先说：这是我的身体，是为你们舍的。你们吃的时候要如此行，为了要纪念我。”吃完之后也拿起杯来说：“这杯是新约，是用我的血所设立的。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了要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直等到他来。”主耶稣在设立圣餐的时候，有拿起饼来祷告祝谢，我们也一起来感谢主耶稣，你为我们罪牺牲，流出宝血，来洗净我们，给我们有永恒的盼望，恢复我们在你里面成为天父上帝的儿女。主圣灵，求你也帮助我们，能够承认我们的软弱亏欠，也能够靠着主耶稣教给我们力量，我们能够胜过这些黑暗的权势。主耶稣，也求你的圣灵感动在座还没有受洗接受耶稣成为生命的主的弟兄姐妹。主，他们也是你所看重的宝贝，你为他们牺牲在十字架上，求主来恩待他们，也让他们的心能够得自由，让他们知道耶稣你爱他们，耶稣你愿意为他们付上生命的代价，你愿意将永恒的应许赐给他们。主，谢谢你，我们一同与你同桌，分别这一些饼杯为圣，让我们常常感恩纪念，也能够成为你荣耀的见证。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主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是为你们舍的。你们每逢吃的时候要如此行，是为了要纪念我。”主耶稣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是为了要纪念我。”我们请长老来服侍。主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是为你们舍的。”弟兄姐妹，如果你还没有受洗，你暂时不要接受，期待你早一日成为上帝的儿女。你可以祷告，预备你的心。主耶稣说：“这杯是新约，是用我的血所设立的。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耶稣基督的死
陪葬会还没有拿到饼跟杯的。这是基督的身体，为你们舍的。这杯是新约，是用基督的血所设立的。我们每逢吃喝的时候，用感恩心来回应上帝的恩典，一起来领受。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耶稣基督的死、复活，只是等到他来。我们一起站立，我们用这首诗歌再次来回应主的恩典。将我们的名字刻画在你的心板上。你是多么爱我们，你用你永远的慈爱来吸引我们，你用你的身体成为赎价，为我们来付上代价。是你，是因着你的圣名，使我们能够从罪中得着释放。因着你的恩典，我们能够成为你荣耀的见证。愿主耶稣基督，你十架上复活的大能，充满在弟兄姐妹的身上。主，你用你永远的慈爱来包围我们，圣灵感动我们，能够成为你荣耀的见证，成为有影响力的门徒，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Amen。弟兄姐妹，请坐。
上帝的平安、喜乐与你们同